为啥偷吃我的火龙果啊？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要偏偏就怀疑我呢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吧，真的好难建立呀。在这个家，我过得好累呀。再说火龙果这种东西，我又不能吃，我又不爱吃，我对它过敏啊，姐。我说的对吗，哥哥？我肯定是相信你的。我看你说的那么委屈，我都怀疑这个火龙果是我吃的。我但凡我手边要有个镜子，我真得让你照照你自己。我更希望这个世界能多一份信任，少一份猜疑啊。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，没事，啊，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。我们几个凑钱给你请最好的律师，只要你嘴够硬，一定能赢这场官司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！这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